从来分吃个螺蛳粉的，听人家讲是脆烘烘的地龙肉，是我不这样子的。离上岗之接近，也就不能脱干。这个汤怎么不热的了？但如今吃个整几样的，我分吃完了，谁写的？以失败而改中。哎呦，不得了！现在也大在，现在我要带4岁定海个旅馆里向去，俺是再来说啊！我不习惯到底，我是人又太烦，是一定也输得嗨。一步一个脚印，不但目的不保守，一切为之门站，不出气在。金陵饭店带着中国第一家有泉州餐厅甘肃地区的宾馆，中国第一家外资酒店，还是曾经的最高楼。1987年的年头呢，我带你兄弟到南京来白相，路过新街口，实在有个那个往里向看自己眼，但是我这里那个不良只看门给关他，所以到随便那还进去输脱一样天，哪怕做去吃1个礼拜不让他。大笔会房间违法还进去，不止我一张社区，不晓得是少个一尺。金明饭店茶馆店待着，加之我个地摊暗是暗讲，连我不才讲10个人，美式咖啡。现在再想想一种地方，开支3400块洋钿退休工资，随手150分弄我管他，充其量看个辰光3点8着。哎呀，总是还在房间里向去吃，甘肃地去吃热菜，据说从1楼到30楼，接着39年中，门框框了烈风啊雨，心心念念至37年的金陵饭店，这还用一句闲话来讲死，他再让下个梅花干差不多，想不了。不过想想等到挪威3000块你输个再难受，那个地方完全是不10个字。请问房间里的水果是不是免费的？啊，是的。门在让当再来吃，新高开个地下商业广场待着，一看见个人是到了昌高吃的海盐蛋干着，店里向个人的数字一样多。旁边饭店毛干级冰淇淋的，38块洋钿一张；黄鱼米饭19块洋钿一张。不晓得是茅台店外，实在谁是合理？一进我退休工资过了猪浪向，这还怪我自家一张毛不计生命。随手买个么子，对于一部分人来讲，只有意义上头是个分。这还怪我自家年纪轻的辰光不带乖乖在去带摩托。本来每饭店侪有自家的定位，线上品市场有线上品市场的顾客，奢侈品店有奢侈品店的粉丝。大家哄了一张门槛浪向别来来，1、2、3铺出来个。36块洋钿一张毛腿，66块洋钿有馄饨，想吃谁吃，非吃老蛋，开到我去谁是爱这里的本事。